唱一首歌给你。Are you ready? 好幼稚哦！我来伴舞，很幼稚。你能发那种放克的节奏吗？Poppy 的节奏。Poppy 是什么 ？Poppy 可能 Poppy 要利用这个。？OK。对，走。你在干嘛？他不是在，他是头，就是头是的。我跳的比他好吧？我当然在跳得好，我是学跳舞的。你看到他是高兴的，就是友好，想笑，但是又觉得收住了，总会有，怕太暧昧不好，太难了，他们俩又该跳舞了。到时候上报的全部是跳舞的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以。我发现3天之后跳的跟什么不一样？这整个过程只有这个。没有别的。去那找。有。一定继续没那个报。这个效果。哎呦我的妈！Respect。